各個螺絲都幾好，冇拆裝痕跡。擺輪軸完全冇油，周圍好似都係水。秒輪軸完全係乾嘅，一滴油都冇。自動軸承呢啲都已經氧化。自動輪上有幾道劃痕，呢個亦都係自動輪，油已經乾晒。固定自動舵嘅螺絲，拆裝痕跡明顯。潤滑油都乾咗變質啦，指針氧化得好嚴重，能睇到拆裝痕跡。保養好嘅機芯會喺顯微鏡下。質量檢查。我嘅裝配潤滑油係瑞士原廠標準，並且操作過程唔會留低傷痕同劃痕。新嘅潤滑油清澈透明，邊緣整齊，冇雜質。